咁首先我哋學校咧嘅校訓係愛主教校嘅，咁所以我哋嘅所有嘅工作咧都圍繞住即係呢兩個核心。第一個就係愛主，第二個工作咧就係拗群。咁拗群咧喺我哋學校嘅角度咧就係要即係服務他人，啲弱勢嘅人士咧，我哋更加需要係關心嘅。咁我哋教學事務啦，咁我哋嘅宗旨係點咧？我哋係希望能夠因材施教嘅，因應唔同學生嘅程度咧，去分配資源同埋課程安排，希望能夠令到咧每一個學生咧都能夠發掘佢嘅潛能，提高佢嘅自學嘅水平。好啦，咁我哋喺個情況之下咧，我哋每一年學校咧其實都有幾個嘅關注事項嘅，我哋係有3個或者2個。咁喺我哋其中一個咧就係我哋嘅提升學與教學效能，呢個咧同教學事務咧係有關嘅。咁下面咧就主要就住教學事務咧我哋嘅簡介。我諗就住學與教嘅事項啦。咁首先當然最重要嘅就係課程。我哋學校咧就會安排一個均衡嘅課程，因為學生咧喺唔同嘅年級啦，都有一個均衡嘅機會接觸唔同嘅知識內容，打好學生嘅一個學業嘅基礎。喺未來咧，無論係升學或者係去就業咧，都有一個好嘅一個能力。咁大家見到呢度咧就係我哋初中嘅課程。喺初中咧，我哋其實喺幾個範疇，包括核心嘅中英數，亦都有普通話啦。另外人文學科嘅，我哋除咗歷史之外咧，我哋都有綜合嘅人文，我哋科學類啦，有綜合嘅科學，我哋有科技類同埋體藝類，咁都係一個均衡嘅課程。咁去到中三咧，我哋有啲課程就會將佢變翻咗一個即係獨立科啦。譬如綜合人文咧，喺中三會變成歷史同埋地理。至於我哋嘅綜合嘅科學咧，去到中三就係化學、生物同埋物理啦。初中之後去到高中喎，咁我哋其實咧現在有教改啦。教改希望咧就係學校咧能夠安排嘅課程咧係能夠比較彈性嘅。以前可能你嘅哥哥或者你爸爸媽媽咧讀會考年代咧，一般學科咧都係分開文科或者理科。如果學生係讀文科咧，佢淨係會讀文科嘅科目，可能歷史、地理啦，又或者係經濟啊之類嘅一啲科目。如果佢係讀理科咧，佢係會淨係理科，可能係物理、生物、化學啊，可能用埋電腦啊，或者係附加數學嘅。咁你見到啲學生咧嘅學科咧，你只係揀唔同嘅班，入咗某一班咧，你就一定固定嘅學科啦。咁但係去到教改好唔同啦，希望能夠彈性。咁我哋學校咧喺方面咧做得非常之好嘅。喺選修科1咧，我哋係有6科俾同學選擇，6科係揀科。選修科2咧，亦都係6科揀其中1科。咁即係話咧，其實學生咧，首先就係會有固定嘅一個科目組合。佢可以喺選修科1揀一啲文科，選修科2咧係揀理科，或者2科都係文科，呢啲都係可以嘅。呢個咧就係能夠令學生嘅興趣咧能夠配合到佢嘅需要。而事實上，我哋見到學生咧，有啲真係兩科都係修讀理科，有啲係2科都係文科。或者1文1理、1商1理呢個情況咧，都係普遍存在嘅。咁即係話其實咧，我哋現在安排咧亦都符合到學生嘅需要。咁但係你睇到咧，我哋選修科1咧其實有6科嘅，但係我哋得4班嘅。咁即係話其實我哋希望能夠令學生多啲選擇咧，我哋用我哋學校資源咧係4班嘅情況之下咧，我都仍然開6科。咁即係我哋用多咗老師嘅一啲嘅時間，令到咧學生可以有多啲選擇，雖然咧老師需要上多啲課堂，咁呢個都係照顧學生嘅需要嘅一個表現啦。咁另外亦都有啲必修嘅部分，我哋有體育、宗教、宗教及社會訓練，即係 RST 啦，亦都高中仍然都係有藝術嘅學科嘅。好啦，咁呢啲初中同高中，咁我哋點樣銜接咯？初中嘅時候咧，我哋有呢啲學科，中1、中2。中3咧唔使講過啦，啲學科咧就會分開咗。咁大家見到咧，呢啲就係佢嘅銜接嘅部分，包括係綜合人文咧，就變成歷史同地理啦。去到高中咧，有以下嘅學科，大家見到咧係更加多嘅。好啦，咁個銜接咧就會係咁。
喺度大家見到其實差唔多係所有學科咧，去到高中咧都係同初中係有銜接嘅，除咗兩科之外，經濟同埋旅遊與款待。因為呢兩科咧，一般嘅中學咧都唔會有初中嘅課程嘅，所以我哋亦都安排唔到。咁但係大家見到其實大多數學科咧都係有銜接嘅。另外為咗係令學生即係加強銜接咧，我哋小學升中一，我哋會有呢一個暑期班；中三升中四咧，我哋更加亦都有升中四嘅暑期班，讓學生咧能夠早啲掌握、熟習我哋嘅唔同嘅年級嘅課程。有啲學生可能想讀其他學科喎，都可以嘅。我哋高中咧有應用學習，大家見到咧喺唔同年份，我哋都有學生去修讀啦。最近呢一年嘅今年畢業嘅學生啦，13至15年嘅，佢哋係有兩科可以選擇，酒店營運或者係西式食品製作。因為未考完啦，所以我哋未知道成績。但係見到之前嚟嘅學生喺呢方面個成績咧都係理想嘅，大多數都係起碼有60成，亦都有100% 合格嘅情況。學生咧就會喺星期六咧去上課嘅，咁佢可能咧就會喺原本嘅選修科咧就會退修一科啦。咁但係如果佢退修嘅話咧，我哋學校都會安排一啲學生一啲補充嘅課程俾佢，令佢咧退修時間都可以善用，包括係中文啦、英文啦，或者係數學或者係通識嘅一啲補課安排俾退修嘅學生。好啦，喺教改之下咧有幾個關鍵嘅項目啦。首先就係專題研習，咁大家知道啦，我哋以前咧好多年都已經有專題研習㗎啦，由04年開始。咁但係佢現在咧更加係中一同埋中二都有，以前咧我哋就係中一1年嘅。咁呢方面係希望培養學生嘅共通能力啦，包括係研習啊，包括係同同學嘅協作啊，包括係溝通能力啦，或者批判性思考啊，呢啲能力咧都可以透過專題研習去訓練學生。過程咧包括中一嘅有考試匯報，中二咧有書面報告，而我哋師生比例咧都係好好嘅，一個老師咧只係會帶4個學生嘅啫。另一方面就係從閱讀中學習啦，呢個都係教改好重視嘅。我哋會有星期1、3、5嘅早讀計劃，中文同埋英文科咧都有廣泛閱讀計劃，主要希望透過鼓勵嘅性質咧，令學生係多啲閱讀，去吸收多啲嘅知識。另外，德育及公民教育都係教改嘅另外一個重點啦。我哋有 RST 啦，創校以嚟都已經係我哋學校嘅特色。呢個係非常之特別嘅地方。我哋呢個課程咧係希望能夠培育多方面嘅唔同嘅內容，譬如話係宗教培育啦、品德啦、公民教育、升學輔導、健康教育等等。咁觸及係好多唔同嘅範疇嘅，有時會透過討論，有時會可能去到外邊嘅機構去睇下出邊嘅情況，都會有嘅。我哋有公民教育組安排有預嘅好時間啦、星期日啦、禮貌運動啦、國情教育啦等等嘅活動。咁嚟緊5月咧都會有公民教育㗎啦。我哋有早會、有月會，每日咧都有2節嘅班主任時間嘅。咁其實我哋咧希望多啲老師接觸大家，咁令到咧班主任更加掌握學生嘅情況。當然我哋亦都有中1至中6嘅宗教科嘅教育啦，咁都係同德育有關嘅。我哋嘅資訊科嘅教育，除咗我哋原有喺禮堂，我哋會有呢啲嘅唔同嘅投影設備，課室都有嘅。而且最近咧都增設咗一個細嘅監學仔，嗰個就係一個細嘅實物投影機。所有老師咧都有個人電腦，所以大家見到咧有啲老師會帶住電腦上去，咁令到咧教學就更加方便啦。16年之後咧，我哋會參加第4期嘅資訊科技計劃，到時咧學校咧就會有一筆經費咧可以購置咧一啲嘅掌上電腦，咁令到學生咧可以用掌上電腦咧去學習添。呢個係推動互動學習個字打錯咗。好啦，咁至於係照顧學生差異方面咧，首先我哋就用學校嘅資源啦，我哋將中1、中2由4班變5班，
當然咧照顧就更加會好啲啦。我哋有資優教育，今年咧係特別加強啦。中4至中6個學生咧就投25% 零試學生，我哋就可以俾佢選擇係咪參加。佢嘅增益嘅部分咧就係中英數3科，用我哋放學或者係星期六朝早嘅時間。咁我哋都做咗問卷喎，咁發現咧學生嘅反應咧係非常之好嘅，都覺得能夠好幫到佢哋。我哋會資助學生參加大專嘅一啲嘅資優課程，咁呢啲可能得4-5日嘅課程，可能咧要4-5千蚊嘅，咁但係我哋都會資助學生，令學生咧可以咧就免費參加，亦都推薦學生參加啲網上嘅自學課程啦。另外中1、中2我哋有輔導班，有中英數嘅小班。以前咧我哋淨係得中英文嘅，近呢2年咧我哋數學都有啦。每一班咧只有8個學生，咁令到學生能夠加強佢嘅照顧，希望佢嘅基礎咧能夠盡快咧係打好。對於有特殊特需要學生咧，我哋都會關顧到啦。我哋會增加佢嘅測驗同埋考試嘅時間。今年更加咧係每一位嘅學生，佢嘅所有嘅學科嘅測驗咧，我哋都會加時俾佢啦。所以大家想象到咧，用嘅資源咧係多咗非常之多㗎啦。我哋都另外增聘3位老師啦，去教導啲學生。每日放學之後，我哋有功課輔導，有社交輔導、言語治療等等呢啲專業嘅一啲嘅協助。至於係英語語境，我哋會有分低啦，同我哋英文同埋我哋嘅呢個唔同學科合作。我哋中2咧有話劇嘅一個訓練啦，昨天咧已經中2完成咗佢一個嘅比賽。我哋有 English Passport 啦，有 Speaking Day 啦。我哋逢星期1、星期3咧，我哋嘅早讀之前咧，亦都有英文嘅早讀嘅篇章咧，係透過我哋嘅中央廣播同大家分享嘅。咁呢啲都係我哋嘅英文希望增加語境嘅部分。咁而我哋英文咧都同 IS 同 IH 咧喺中1、2咧會有一個嘅寫作嘅跨科嘅計劃，咁推動學生嘅寫作能力。至於學習資源方面，我哋頭先講到係升中1同埋升中4咧，呢4級咧都會有暑期嘅進修班。我哋會有星期6嘅特色補習班。中3、中5同中6咧會有補課。尤其咧係中5咧同中6咧係更加多啦，嗰個資源。喺現在我哋嘅中5咧，其實每一日下期開始咧，放學之後咧都會有補課。中5升中6咧，我哋嘅8月咧有一個統一嘅補課。咁至於喺中6嗰陣時候咧，我哋會有每日嘅放學嘅補課之外咧，仲會有早讀時間嘅補課。亦都有星期6嘅測驗。我哋希望咧令學生咧去到公開試一個咁重要嘅一個時機咧，我哋能夠協助佢，令佢盡快能夠打好更加好嘅基礎。我哋會有溫習室，我哋喺108室咧就會每日去到6點半。圖書館我哋有自修室，我哋都會有好多嘅唔同嘅獎學金。咁校長咧都會去到同學生去午膳，咁咧就鼓勵佢哋。我哋會有初中嘅收功課政策，咁學生嘅準時交功課率咧都係比較高嘅，大概96%。除此之外咧，我哋都有我哋嘅中2、中3嘅人人可進步計劃啦。我哋會有我哋嘅每一日嘅停學自律運動，我哋會記錄低啲學生嘅表現嘅。我哋咧就以前會有中1嘅全級參加呢個運動比賽。咁由下年開始咧，我哋要轉做咧係全級中2級啦。咁希望學生能夠有一個集體嘅經歷啦，無論佢贏都唔緊要，但我哋培訓學生咧，佢一齊去參加呢一個嘅比賽。咁而學生嘅表現咧都係良好嘅。咁我哋都有其他唔同嘅多元嘅範疇嘅經歷啦。譬如我哋呢度好多學生嘅一啲嘅藝術嘅作品咧，大家見到都係校園嘅環境。都會係跨出嚟。
喺各種嘅措施之下咧，咁我哋嘅學生其實表現點嘅咧？咁大家都見到我哋之前公佈過啦。其實我哋有13科嘅合格率係超越或者等於全港水平，包括下面嘅學科。頭3科咧就仲係主科啦，大家見到英文、數學、通識。下邊仲有係歷史、經濟、旅遊與款待、物理、新聞、組合科學、資訊與通訊科技、倫理與宗教、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，最後係體育，呢個係要應考公開試嘅有科。咁大家見到13科唔係容易嘅，因為咧雖然我哋全級學生咧努力先能夠得到，但係我哋學生咧做得到啦，有13科咧係超越全港嘅水平。另外一個學科咧更加係100% 合格，係每一個學生都能夠合格。歷史科啦、新聞、健康管理同埋社會關懷、倫理與宗教。而整體咧，我哋合格率係81.3，其實係同全港水平咧係一樣。至於大家見呢個圖咧，就顯示到剛才我哋話係超越全港水平，其實藍色嘅就係我哋嘅學科。我哋嘅挑黃點咧嗰幾支棒咧就係全港情況。大家見到有啲地方其實係我哋係仲係高過全港好多。譬如第一條棒咧就係健康管理同埋社會關懷，全港咧只係得73%合格，我哋係100。第二科咧就係倫理與宗教，全港咧係87，我哋100。新聞嘅我哋100，全港係89。歷史咧全港係92。經濟咧全港咧係84。經濟係全港係非常多人考嘅，我哋咧90。我哋物理，我哋全港已經好高㗎啦，91。我哋仲高，我哋95。體育如果體育好低嘅就係65嘅啫，咁但係我哋都能夠去到93。你見到個差異咧係非常之明顯嘅。我哋通識啦，我哋跟住嘅資訊同埋通訊科技、數學、英文、組合科學同埋旅遊款待咧都係高過全港。咁所以其實大家可以睇到，其實我哋預計學生咧係做得好嘅，可以有好唔同嘅地方咧都係超越全港水平，或者等於全港水平。我諗除咗我哋嘅合格率之外，咁我哋學生其實有冇增值啊咁樣？咁如果我哋有啲學校學生可能原本係已經成績好嘅，最後考公開試成績好出奇係咪？大家見到增值嘅報告啦，係教育局出嘅。14年咧，我哋中英數通識咧4科全部都係主科嚟。喺教育局嘅評核之下咧，都係全港首25%嘅學校嘅增值。全港有好多學校係咪？差唔多有400間嘅中學。喺400間入邊咧，每一間有唔同嘅表現，當然大家都係好努力咁去栽培學生。咁但係學校咧能夠躋身喺全港首25%學校之列。下面有3科，仲係全港嘅最高嘅10%，經濟啦、新聞同埋物理，全港最好嘅嗰1/10嘅學校，我哋出現咗啦。另外喺度核心4科，我哋將4科核心嘅去計算，中英數通識最好嘅嗰5科，數學或者通識4個唔同嘅範疇去計算咧，我哋發現仲犀利，全港最好嘅5%。所以大家可以見到，無論我哋嘅客觀嘅合格率，我哋有13科超越全港水平。我哋講我哋嘅增值報告。我哋有好多好理想嘅一啲數據，其實反映到咧，我哋學校咧嘅同學都好努力，最後都能夠爭取到好嘅成績。呢個就係大家見到啦。全港咧其實增值咧係0嘅應該係，而我哋嘅表現咧就係上面打橫紅色嗰條線，就係全港最好表現嘅頂部啦，就係。全港咧即係平均係0啦，我哋係6.27。
咁我哋亦都有唔同嘅比賽同埋活動俾學生參加啦。以前我哋都會有數學比賽嘅冠軍啦，校際朗誦嘅冠軍啦咁樣。咁其實我哋咧係希望每一科都有一啲嘅校務活動嘅。咁我哋都統計咗我哋學校咧嘅學科。喺今年嚟計咧，果然真係咧每一科咧，差唔多有90%嘅學科咧都有校外嘅活動，有啲有兩個甚至乎3個、4個嘅校外活動添。咁都係令學生咧可以多啲唔同嘅經歷。咁境外學習，我哋都有機會俾學生去參加啦，去澳門啊、福建啊、上海啊，咁台灣咧都連續去咗2-3年咁都令學生咧多啲唔同嘅經歷。好啦，喺咁多嘅唔同嘅範疇嚟講咧，其實都彰顯到我哋學校嘅特色，就係小班教學、增值高、關愛服務、運動強。咁所以咧，大家應該知道，其實我哋好多地方我哋做得好嘅，希望各位同學咧能夠喺未來日子繼續做得更加好。咁我喺呢度要分享嘅多。